一个王小姐双手换掉咧，想要将正脚夹起来，慢慢刷叮当，身心真正难。这不算哈。伊正后倒锯掉到脚脚练行路，脚会痛，心搁较痛。我在床边听到他们的讨论内容都不是很乐观，他们都说不行。一个王小姐哪讲哪靠，伊伫苗栗头份一间塑胶工厂做包装人员，负责1公斤的塑胶粉包装。当时，这个袋仔有漏粉，伊踏上机台要甲补的时，机台经济错误，伊的脚被夹入机器内面，不幸爱记卡。可以说是我的操作问题。这种工作上也没有正规的员工职业训练，而且这是我第2次受到工伤。上一次受到工伤是前年年底的时候，我被对讲机撞到，2颗门牙没了。王小姐指控讲，公司伫代志发生后，干那付1万块慰问金。疗养时，公司人搁甲踢出群组，甚至甲讲到脚脚后盖嘛会使行。我是希望能鼓励他说，穿上了义肢之后，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活。业者讲，事后拢有关心，讲锯掉无严重，是要甲安慰。调解时确实是无共性。他在当下的时候是提出2000万的和解，10万块其实就是一个慰问金跟那个保障工作权，并不是用这样子去做一个想讲的打发他，并不是。业者强调讲，王小姐发生意外了后，所有医疗甲复健的费用拢有负责，已经付50-60万起啊，绝对无推卸责任。有劳工上班的时受伤，脚锯掉，这不是小可代志。雇主这边没有依照治安法在公安事件发生之后的8个小时内通报，所以这部分有违反治安法的相关规定的疑虑。劳政处已经伫调查工厂的职业安全上敢有违规，嘛去看业者后续对劳工的赔偿甲照顾是毋是有缺失。县政府方面会协助王小姐申请职业灾害失能的补偿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